少来学白话字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、台湾族群母语推行委员会制作出版。杨淑慧、陈卡温、陈芳慧录音。第一单元，熬早。妈妈熬早，爸爸熬早，大家拢熬早。亲事，妈妈、爸爸，大家熬早拢句型练习。爸爸熬早，妈妈熬早，阿公熬早，阿嬷熬早，哥哥熬早，姐姐熬早，弟弟熬早，妹妹熬早。